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武陵农场的油菜花大开，黄闪闪的花海是相当的美丽。农场的小编呢开直播，向民众来介绍着光景，也毋过嘛感叹讲，这个花海互踏出着一条路，相当的痛心。结果讲这个时阵，有一个太太为着要翕相，是无顾着款道，硬讲行入去花海，当场将做不良的示范，嘛互直播中的小编呢看一个拢硬气。 穿红衫负责人加入油菜花田，想要翕相，正伫直播台中武陵农场的小编赶紧甲阻止。在路口花园。唔听口劝，佫讲不要紧。在旁边，踩旁边，这边都已经被人踩进去，还踩进去。没关系，一下就好了，我们一下就好了。对不起。怎么这样？对不起。你看，都已经现场宣导了，还是要踩进去。 武陵农场天气真凉爽，路遥区边油菜花当日开，早起小编开直播介绍美丽风景，也毋过看到这花田，互游客踏出一条路，真正有够艰苦。浇灌的这个路线，走中间这条嘛，那为什么偏偏就是要走中间这一条呢？还是很多游客素质很差吼。明明有规划路线，也毋过依然有游客走去内底咧翕相，网友看到直播了后讲无公德心。 讲袂听，真正都要罚钱才会惊，这是不良的示范。农场提醒讲，乌白班国家公园的花会当开单。采折花木的一个行为，第一次会罚1500，第二次则会罚3000。游客失控行为，除了踏入油菜花田，进前有游客爬起咧樱花树，也是压树花。农场提醒游客唔通以身试法，若无接到罚单的话，风景更较水，心情嘛袂好。怎么这样？ 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